可能今仔早起呢，这东部发生2届地震，规模拢到5点控。气象署也讲，这2站是独立事件，预估未来这几天啊，拢有地震尾。不过早起7点52分，花莲及安乡发布地震了后，县政府遂发布马太安溪崩山湖补全户的疏开简讯。过无偌久呢，是搁再发细胞简讯，甲这警报解读。当地消防局也承认讲是因符唔到标准，县政府的官员也伫咧记者会顶头来回释的。 学校警铃声一直弹，雄雄大声广播，学生赶紧对教室行出来，学校赶紧来疏散，因为花莲发生真有感觉的地震。镜头不厉害，就伫西边早起7点52分，花莲及安乡发生规模5.0的地震，过3点外钟，早时1点33分，东部海峡阁再有地震，规模相款是5.0。不过气象署说明，2站属有独立的事件，往后几天无排除依然有这个地震尾发生。 相距的距离大概超过70公里哦，因此我们认定它是2起单独的事件。后续的余震方面呢，大概3天4到4.5。当台湾早起连续2摆地震，尤其是头一站的发生，一度予花莲县府发布紧急警报，强调受到地震影响，马太安溪上游的崩山湖，这个坝体有可能破坏，要求公布护林甲万用的保全户，随疏散避难，引发不少人的惊吓。 看到那简讯还是会有点害怕，是不是那边又坍方还是怎么样子，会有冲刷下来？特地的通知才发布，过无偌久，阁警情，阁再发细胞简讯，已经加警报解读。花莲县消防局坦白讲，当年误发警报，因为按照警戒避难机制，只有伫公户7站监测到东度5、6以上，才来发布警报。原来花莲县府的官员也集中来核实的。确实，可能在交班提醒上的时候。 没有精准不够精准，我们一定会检讨改进，造成大家困扰，非常抱歉。同仁误解为花莲县发生5弱地震就要发 CBS 及海啸警报。 尽管警报虚假一场，不过地方已经提高强势特地的计划。中央讲就业未核定，有关需要小可修改，还阁再整合官民部落意见，并且将外地旅客纳入特地的范围。在正式公布进前，若受突发的状况，中央讲相关省议员定期在采取就近备用徛在2楼去避难。有独居的老人或者平房式的这些老人，请军方、还有志工、还有消防人员请他们把它搬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。 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莲成功，相关的特例计划将由县府修正，预计2天来完成，会阁对外公告。东部来展开兵棋推演，也阁有实际演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